世唔鬥錢，但我開咗幾十年鬥場。呢句話好多人聽完都會皺眉頭，覺得我講大話。一個開鬥場嘅人點會唔鬥錢？天和！但我同你講，呢個就係我幾十年人嘅秘密，亦係我今日想同你講嘅全片最重要嘅一句話。我唔鬥錢，因為我知道就桌嗰邊坐住嘅每一個人，佢哋心入面諗緊乜嘢，我一清二楚。你諗住贏錢享福，你諗住翻本上岸，你諗住呢一手就係轉運嘅一手。呢啲諗法我見得太多，多到我閉埋眼都畫得出嗰個表情。你坐喺台面前，手心開始出汗，眼神開始發光，呼吸開始急促。呢個時候你以為自己好醒，以為自己睇通咗啲牌路，但其實你只係一隻被人放咗落水嘅魚。而個魚塘水溫幾度，幾時放句，幾時收網，全部都係人哋計過數嘅。我講呢番話係要你驚，係要你醒。呢個世界好多人問我，何先生，你話博弈呢樣嘢係贏喺牌品好，定係贏喺手風順？我答你，博弈唔係贏喺牌面，係贏喺紀律同離場呢兩個字。你聽清楚，我紀律同離場呢個先係贏輸嘅真正分水嶺。浸場唔驚你贏錢，浸場最驚嘅係你唔氹一個唔氹嘅人，係呢個生意入面最恐怖嘅對手。佢唔會俾你呢部精密機器有機可乘。你以為奏場係靠運氣搶你銀紙？錯，奏場係一個低商體，一個精密到你想象唔到嘅儀器。佢唔靠搶，佢靠收割。乜叫低商？即係佢嘅秩序高到一個點，所有嘅燈光、聲音、節奏、頻率，全部都計算到分毫不差。目的只有一個，等你嘅情緒亂晒龍，等你嘅腦袋失去秩序，然後佢就慢慢收割你嘅貪、你嘅親、你嘅貪。你贏錢嗰陣嗰種興奮，你輸錢嗰陣嗰種唔甘心，和你坐到深夜都唔肯走嗰種痴從。呢三種情緒就係呢部機器嘅燃料。你以為你係玩家，其實你係燃料。我講到呢度，和你可能心裏有啲不舒服，覺得呢個老人家講話太直接、太赤裸。但我幾十年人見過嘅故事比你睇過嘅戲都多。我見過拖唔袋幾百萬入嚟嘅富商，最後執埋啲零碎銀紙出去。我見過一個普通打工仔贏咗一注大錢，神發光，以為自己天賦異禀，結果3日之後將贏翻嗰啲全部倒翻出嚟，仲倒貼埋老本。我唔係講笨人嘅故事，我講嘅係人性嘅故事。人性呢樣嘢，有錢冇錢都係一樣咁脆弱。如果你想喺人生呢場大博弈入面由受害者變做投資者，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我會將我幾十年睇透嘅人性真相慢慢講俾你聽。撳埋個鐘仔，你先唔會錯過呢啲價值連城嘅真話。而家我哋深入講第一個重點，心理黑洞同埋多巴胺呢個騙局。人嘅腦袋有一個機制叫做獎賞回路。呢個機制本來係好嘢，係幫我哋人類進化生存落嚟嘅工具。古時候你嘅祖先去打字，捉到一隻字物，腦入面就會釋放多巴胺，令佢覺得開心滿足，於是佢就會繼續打字，繼續生存而明。但呢個機制有一個致命嘅漏洞，多巴胺釋放嘅時機唔係喺你攞到嗰一刻先出現，係
係喺你以為快攞到嗰一刻已經開始爆發。你明唔明呢個分別有幾要命？即係話嫌喎，你個腦袋根本分唔清真係贏咗同以為自己快贏呢兩件事，所以你拉緊一個老虎機嘅手柄，等緊個輪盤轉緊嗰幾秒，睇緊3條煙花圖案叉，一條就連成一線嗰一刻，你個腦袋已經開晒香批，已經開始狂撳多巴胺，比你真係贏咗錢嗰陣仲要興奮。鬥場啲設計師個個都係心理學嘅高手，佢哋深知你呢個腦部缺口嘅死穴，於是設計咗呢啲差少少就贏嘅畫面，一次又一次刺激你嘅期待感，等你個腦不斷處於一種快要贏嘅亢奮狀態。呢個就係我講嘅多巴胺騙局。佈局唔係要你贏，佈局係要你以為自己快贏。你輸錢嘅時候，個腦都唔會即刻話俾你知你輸咗，佢會話俾你差少少，下一手梗係返到本。啱啱嗰手純粹手風唔順。你發現未？輸錢呢回事喺你個腦入面，從來唔會被定義做失敗，只會被定義做未完成嘅勝利。我見過太多人輸到最後一啖氣都仲講緊我再嚟一手就走。呢句話我聽咗幾十年，聽到我自己都覺得心寒。因為呢句話唔係佢哋講出嚟嘅，係佢哋個腦被多巴胺操控住，逼住佢哋講出嚟嘅。你話呢個係意志力薄弱，唔係正樂和。呢個係腦科學，係生理缺口嘅問題。你個腦入面嗰套古老嘅獎賞系統，完全唔識分贏錢同贏咗一個讚喺手機度，只識一樣嘢刺激。我同你講一個更可怕嘅事實。研究發現，人類對於輸錢嘅痛苦感受，比贏錢嘅開心感受亦強烈大概2倍。即係話，你輸1萬蚊嗰種痛，要贏2萬蚊嘅開心先抵得返。呢個叫損失退避。但係博弈嘅世界裏面，錯喎。呢個心理弱點正正係用係咪整你嘅最強武器。因為你輸錢之後，個腦唔會教你只遠離場，個腦只會教你點返本。你諗住返本，於是你加大注碼，你諗住一次過贏返，於是你愈搏愈大。呢個就係心能嘅入口，而呢個入口寫住嘅唔係危險，寫住嘅係機會。我今日唔係要妖魔化任何嘢，我只係想你睇清楚。人類個腦入面有一個天生嘅缺陷，呢個缺陷喺幾千年前係保命嘅工具，但喺今日呢個資訊爆炸、刺激爆炸嘅世界，反而成咗最大嘅陷阱。唔止係倒台，你打開手機刷短片，你睇住個讚好數字不斷跳，你等緊一個信息覆你，全部都係同一套機制，全部都係多巴胺嘅遊戲。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諗一諗，你呢一世人人這樣有幾多個決定係喺亢奮嗰一刻做嘅？你買股票係咪喺見到佢升到飛起嗰陣先入市？你買嘢係咪喺直播間嗰種喺最後3分鐘嘅催谷氣氛入面落單嘅？你同人嗌交係咪喺最唔萌煙煙嗰一刻講出最傷人嘅話？如果你細心諗翻，你會發現你人生入面好多最後悔嘅決定，全部都係喺情緒最高漲嗰一刻做出嚟嘅。呢個唔係你蠢嘅，呢個係人類腦部缺口嘅必然結果。我幾十年人見盡咁多大起大落嘅故事，我學到一個道理：一個人最大嘅敵人從來唔係對家，
係自己嗰個亢奮緊嘅腦袋。你能唔能夠喺亢奮嗰一刻叫自己停一停，是和？呢個先係決定你係贏家定輸家嘅真正分界線。你而家心裏面自己有冇諗起一個自己曾經被差少少就贏呢種感覺操控住嘅瞬間？可能係打機，可能係買賣，可能係追求一個人學和。你可以喺留言度同我講你嗰個故事，我好想聽下你嘅經歷，因為我相信呢樣嘢10個人有9個都中過人。你贏咗錢之後嗰一刻個感覺係點？我同你講，我幾十年人見過嘅興奮表情千奇百趣，但係嗰種光，嗰種眼神係一樣嘅，係一種以為自己終於摸到天命嘅光。一個人贏錢嘅嗰一刻，佈滿全身嘅，唔止係開心，係一種叫做全能感嘅幻覺。佢覺得自己睇通晒，佢覺得自己同呢個世界嘅運氣突然之間連咗線。呢一刻，佢個腦袋分泌嘅嗰啲化學物質叫多巴胺，叫腎上腺素，叫血清素，全部一齊湧出嚟，起比戀愛初期嘅感覺仲要濃烈。而你估下呢種感覺人會想要幾多次？答案係無限次。我講一個我幾十年人見過，睇到自己都覺得心寒嘅情景。一個客人西裝筆挺，手勒閃閃發亮，行入係品個刀場，一開始落注嘅金額咁慎保守，睇得出佢有節制而和。但係一旦贏咗第一手，你會見到佢嘅坐姿開始白冷向前傾，佢嘅聲調開始大咗，佢開始叫多杯酒，佢開始講笑話，似覺得呢一晚係屬於佢嘅一晚。然後第2手贏，第3手贏，到呢個時候你估佢會點？佢唔會收手，佢會加碼和。佢個腦袋同佢講嘅唔係夠喺差唔多，個腦袋講嘅係我而家狀態正勁，要乘勢追擊。呢一刻理性已經完全離場，死和。留喺台面前嘅只係一個被多巴胺操控住嘅身體。我見過嘅最瘋狂嘅一個故事係一個原本贏咗300萬嘅客人，300萬啊，切和。呢個數字普通人辛苦做幾廿年都未必取得到。佢贏到300萬嗰一刻，我見到佢眼神入面嗰種光真係好得意，這係一種以為自己已經登上人生頂峰嘅光，但係因為佢覺得自己狀態正，佢冇走，佢繼續玩。1個鐘之後，佢嗰300萬輸翻晒，仲倒貼自己嗰啲本金。最得意嘅係佢走嘅時候個表情同贏緊300萬嗰陣完全唔同，卻同最初行入嚟係5個刀場嘅佢亦完全唔同。佢輸到一個人六神無主，連自己叫嘅咩酒都唪唥唪唥都買，一邊冇飲。呢個故事我見過嘅版本何止一個，係幾十個、幾百個，情節大同小異，主角永遠以為自己係特別嘅一個，自己呢一晚有特別嘅運氣加持。但鬥場呢部精密儀器從來唔分人，佢直計概率。佢知道只要你坐得夠耐，驗和呢個概率遊戲嘅利潤一定會慢慢回返嚟佔報局者嘅手上。你贏錢嗰陣嘅快感，只係佢哋設計好嘅一個誘號，等你留低，省你加碼，等你失去咗對夠喺呢2個字嘅判斷力。科學上講呢個叫贏錢效應。一個人贏咗錢之後，風險承受能力會突然大幅上升，佢會傾向落更大嘅注碼，做更冒險嘅決定，因為佢個腦袋將贏到嘅錢定義做外財和，
定義做唔係自己嘅錢，所以輸返去都唔會覺得太痛。呢個心理機制有個術語叫 house money effect， 即係莊家錢效應。你贏返係唔係啲錢？你個腦袋覺得呢啲係贏返，係唔係？唔係我嘅老本，所以我可以放心咁博大。但你冇諗到嘅係，呢啲錢一旦入咗你個荷包，佢就係你嘅錢，輸咗就係真金白銀嘅損失。你試過贏咗錢之後走唔到，最後輸返晒未？喺留言區話我知，嗰陣你心入面諗緊乜？學和。我相信好多人睇到呢度，心入面已經泛起咗一啲記憶，可能唔係喺就場，可能係喺股票市場贏咗一注，捨唔得走，喺結果一個跌市全部完返晒，可能係打麻雀贏咗幾鋪，白冷冷覺得自己手風正，夾硬玩到夜晚4點，似和，最後輸到自己懷疑人生。人性入面呢種贏咗想贏多啲嘅貪念係刻喺骨子裏嘅。我幾十年人從來未見過一個人天生唔貪嘅，但分別係有啲人學識咗喺貪念湧上嗰一刻叫自己冷靜落嚟，有啲人一世都學唔到。而呢個錯就帶我入嚟係我今日想講嘅第二個重點。路單嘅幻覺，即係強行去尋找一個根本唔存在嘅規律。你有冇見過賭台前面有一張紙，密密麻麻寫住一啲符號，紅嘅藍嘅，有人企喺台邊望住嗰張紙，望到出晒神，然後突然之間佢眼神一亮，呢手到啦，跟住落注。呢張紙有個名叫路單。佢記錄嘅係過往幾十手嘅輸贏結果，好多人迷信呢張紙，覺得入面藏住一個規律，只要佢睇得夠仔細，就可以預測到下一手嘅結果。我而家好認真同你講一件事，呢個世界冇任何一種隨機事件係靠睇過往嘅記錄就可以預測到嘅。你滴一個硬幣逆和，連續滴咗10次都係正面，你估第11次滴出反面嘅概率會因為之前太多正面，所以而家輪到反面而上升？答案係唔會，永遠都係50-50。每一次滴都係獨立事件，同上一次完全冇關係。道場入面嘅每一手牌，每一次轉輪盤都係獨立隨機事件，佢冇記憶、冇情緒、冇所謂欠你嘅，冇所謂輪到你。但係人類個腦袋有一個天生嘅缺陷，叫倒圖做五。我哋嘅祖先喺打史塞澤嘅年代，需要不斷喺大自然入面尋找規律，先可以生存。邊個季節有果食？邊個方向有水源？邊種動物嘅腳印代表危險？呢種找規律嘅能力係刻喺我哋基因入面嘅生存本能。但呢個本能放喺一個純粹隨機嘅環境入面，就成咗一個天大嘅陷阱。你個腦袋會喺一堆完全冇意義嘅噪音入面贈行，替你執埋出嚟，紅埋一個古仔，話俾你聽，呢個就係規律，而你會深信不疑。道場嘅設計者深深明白人類呢個心理弱點，於是佢哋特登印路單俾你睇，等你覺得我有得計。呢個唔係幫你嘅，呢個係請你跳入係同乜一個更深嘅陷阱。因為你一旦相信咗有規律，你就會更大力咁落注，你就會更難放手簽和，你就會覺得自己掌握咗一啲真理，而呢種以為自己懂嘅錯覺，正正係最危險嘅心理狀態。我講一講道場嘅環境設計。
你會更明白呢套心理戰術有幾深。你入過鬥場未？你有冇留意鬥場入面通常冇鐘、冇槍、冇鐘耶和，係因為佢唔想你知道時間過咗幾耐。一個人坐落係台面前，以為自己玩咗半個鐘，其實已經過咗6個鐘頭時間咁。喺呢種高度刺激嘅環境入面，會完全扭曲。冇槍係因為佢唔想外面嘅天光天黑提醒你，呢個世界仲有日與夜嘅分別，仲有第二日要返工要照顧家人呢回事。帝場想造成嘅係一個完全脫離現實嘅平衡時空。喺呢個時空入面，死有牌，只有死有輪盤，冇其他嘅嘢存在。仲有一樣嘢我必須講，就係賭場入面嘅空氣。好多人唔知，通常係會將氧氣濃度調高少少，令你坐喺裡面精神特別亢奮、特別清醒、特別有活力。你以為自己狀態好，其實只係你吸入嗰個空氣被人特登調校過。仲有燈光，奏場嘅燈光通常偏暖、偏柔和，令你放鬆警覺、哲學和，加上不斷重複嘅音效，贏錢嗰陣老虎機嘅叮叮聲，台面荷官派牌嘅節奏聲，呢啲全部都係心理暗示嘅一部分。呢一切設計目的得一個，就係令你嘅理性思維越係密越弱，越係密越相信自己有掌控感，而呢種掌控感正正係幻覺。你以為自己揀到一個有規律嘅遊戲，其實你只係喺一個冇規律嘅遊戲入面，被人引導咗去相信規律存在。你信唔信呢？世上有必勝法，留言話俾我知，你見過最離譜嘅低途行為係點樣嘅？我相信好多睇呢條片嘅朋友，身邊都聽過，或者自己經歷過呢類故事。有人話自己研究咗一套必勝公式，有人靠直覺連贏幾鋪之後，將全副身家投落去。有人迷信某一隻顏色嘅衣服，某一個位置坐落，某一個時辰落住。我幾十年人真係見識過棒嘅奇人奇事。但係我同你講一個道理，如果世上真係有必勝法，呢個世界就唔會有同場呢個生意，因為莊家自己就會先用嗰套必勝法，將所有財富攬埋一身，唔需要等你係臨做生意。戰場、鬥場呢個生意能夠存在幾百年，正正係因為佢深知概率嘅本質，佢知道長遠係睇莊家永遠贏，因為呢套遊戲嘅設計本身就帶住一個對莊家有利嘅數學優勢。但你或者會問，咁點解有啲人真係贏到大錢，真係靠博弈翻身？我嘅答案係有呢啲人，10個有9個贏嘅唔係靠估規律，係靠管理本金。呢個就帶我入去今日嘅第3個重點：注碼管理。本金係你喺呢場博弈入面唯一嘅一支槍。我成日同年輕人講一句話：你嘅本金唔係用係乜贏錢嘅工具，你行啊，係用係留喺台面前嘅入場券。一個職業玩家同一個盲目嘅賭徒最大嘅分別，唔係佢哋識唔識睇牌，係佢哋對數字嘅態度。盲目嘅賭徒將注碼當成情緒嘅延伸，贏咗情緒高漲，落更大；輸咗情緒崩潰，揾翻本嘅機會落更大。佢嘅注碼大細完全由情緒決定，而職業玩家佢嘅注碼大細平和，由一個冷靜嘅公式決定。呢個公式入面完全冇情緒呢個變量。
我講返我自己創業初期嘅故事，任和，你會明白點解我對資金周轉呢件事睇得咁緊張。我從業嘅時候身家唔多，但我知道一個道理，做生意贏最緊要嘅唔係你有幾多本金，係你嘅本金可以撐幾耐。一間公司倒閉，10間有9間唔係因為佢嘅生意模式唔好戰亂，係因為佢冇現金流，罷冷一個短暫嘅難關就被逼執笠。所以我成日將盈利分成幾份，留一份做最壞情況嘅準備喎，留一份做緊急周轉，先至放餘下嗰份去搏更大嘅機會。呢套思維我搬去博弈嘅世界，完全一樣即用。一個識玩嘅人，佢落注嘅金額唔會超過佢全副本金嘅一個極細比例，通常係一個百分比，一個固定嘅經過理性計算嘅百分比。佢輸咗而唔會因為輸咗就加大下一手嘅注碼去搶救，佢贏咗，亦唔會因為贏咗就放鬆紀律加大注碼去追逐。佢嘅注碼係跟住一套機制行，唔係跟住個人情緒行。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紀律呢兩個字嘅真正體現。我見過好多人，佢哋本身嘅理財觀念完全係兩套標準。佈局喺日常生活，佢哋識得慳，識得計數，但一入係嚟刀場者，一入嚟係投機嘅巴兒。佢哋成個人嘅判斷力就好似斷咗線一樣。佢哋會問自己一個錯嘅問題：我贏白冷可以贏幾多嘢？而唔係問我輸極可以輸幾多。一個成熟嘅投資者或者一個成熟嘅博弈者，佈局思考嘅起點永遠係我可以輸得起幾多，唔係我可以贏得到幾多。如果今日你得10萬蚊，你會揀一把鋪博大定係細水長流？留言話我知你嘅投資邏輯，我相信呢個問題留言區一定好多人有2種不同嘅答案。有人話一鋪博大，人生有幾多次機會搏一搏，輸都係嗰10萬，贏就翻身。有人話細水長流，慢慢嚟係滾大，先求穩再求快嘛。我唔評論邊個答案啱，因為呢個世界冇絕對嘅啱同錯，只有適合唔適合你嘅情況。但係我想你諗一個更深層嘅問題，你嘅答案係出於理性嘅計算，定係出於情緒嘅衝動？一個人如果真係透過理性計算過，自己有充足嘅後備資金，有承受全失嘅心理準備，佢揀一鋪博大，呢個係佢嘅自由選擇，我冇話唔得。但如果一個人係因為一時嘅衝動，因為佈局見過人贏咗一注大錢嘅興奮，因為受嘅起哄而盲目咁將10萬蚊全部壓落去，呢個就唔係博弈，呢個叫冒進，而冒進10次有9次嘅結局，我用講都知。呢個就帶我入去今日最後一個，亦係最沉重嘅一個重點：止損同埋認輸呢兩件事係違反人性嘅勇氣。我幾十年人見過嘅悲劇何止千百嘅人，點樣由一個有自尊、有家庭、有事業嘅人，一步一步弄落到借大耳窿，弄落到賣樓，弄落到妻離子散。呢個過程從來唔係一朝一夕，係一步一步嘅選擇堆砌出嚟嘅崩塌。而每一步選擇嘅背後，其實都係佈局拒絕承認失敗呢一回事。承認失敗係生存嘅根基。呢句話我重複幾十年，因為呢個道理放喺商場、放喺道台、
放喺人生任何一個層面都一樣適用。一個成功嘅商人同一個失敗嘅商人，最大嘅分別唔係佢哋有幾多生意觸角，係佢哋識不能識止損。我見過太多生意人將一個本來已經輸定嘅項目死死地氣咬住不能放，因為佢哋不能甘心承認自己嗰個決定錯咗嘅嘢，結果一個項目嘅虧損拖累咗一間公司，甚至一個家族嘅幾代人嘅財富。到台面前，呢個道理仲更加赤裸。我見過太多人輸咗一注大錢之後，個腦袋立即出現一個聲音：我借多啲，翻原本就走。呢句話聽起嚟咪好似有道理，但呢句話正正係通往毀滅嘅直通車嘅入場口令。借大耳窿嘅人一開始喺佈局唔覺得自己係借大耳窿，和佈局覺得呢個只係過渡性嘅周轉。但大耳窿嘅利息係滾雪球嘅，佈局不但會等你嘅家庭問題，不但會等你嘅自義問題。佈局只會不斷加速咁滾大，滾到一個地步，連賣樓都還不能到。我見過一個故事，一個原本擁有2間鋪嘅生意人，一次輸錢借咗大耳窿，佈局以為下一注就翻到本，但下一注輸咗，佈局借更多，再輸再借，惡性循環。最後2間鋪連帶自住嘅樓全部都賣咗，連帶埋佈局個人嘅信用，佈局嗰個家庭嘅完整，全部一齊賣咗。我見呢個人最後一次嘅時候，佈局個人已經白冷白冷似一個生意人，佈局眼神入面冇咗光，佈局成個人嘅氣場完全唔同咗。我見過呢類故事太多太多，多到我覺得呢個世界如果可以早一啲教年輕人呢個道理，可以避免幾多悲劇。人性最大嘅弱點唔係貪，而係霸冷甘心。貪可以用紀律去約束，但霸冷甘心係一種更深層嘅情緒。佈局另一個人寧願將自己嘅未來全部壓落去，只為咗證明自己之前嗰個決定不能錯。但你諗一諗，呢個世界從來冇任何一個成功嘅人係靠死撐一個錯誤決定而成功嘅。所有成功嘅人佈局嘅共同特質唔係佈局可能會做錯決定嘅，係佈局識得喺發現自己錯咗嗰一刻即刻止圓，即刻轉身，即刻離場。呢個唔係懦弱，呢個係呢個世界最需要嘅一種勇氣。止損從心理學嘅角度睇，係一種自我否定嘅過程。一個人要承認自己之前嘅判斷係錯嘅，係等於要承認自己不能全知全能，等於要承認自己有限制。呢個過程違反咗人類最根本嘅自尊心理需求，所以呢個世界先有咁多人寧願輸到傾家蕩產，都唔願意喺第一個信號出現嗰陣即刻止圓。你覺得認輸難唔難？留言分享一下，你人生入面做過最正確嘅一次止損係邊次？我幾十年人行過不能同嘅階梯，見過嘅人嘅生死起跌，比任何一盞電視劇都精彩，都殘忍。我今日將呢啲古仔、呢啲道理一一同你拆解，不能要嚇你係要你睇清楚一個事實：真正嘅財富不能係贏翻嚟嘅，係守翻嚟嘅。呢句話我想你記住一世。一個人佈局贏咗多少次，贏咗幾多錢，如果佈局不能識得守，呢啲財富最終都會跑翻出去，跑翻去呢個世界嘅另一個人手上。
你睇返成個道場呢套生意嘅本質，佈局罷冷驚你贏，佈局只要你坐得夠耐，佈局只要你嘅情緒一直被牽住行，長遠係冇睇贏，概率優勢永遠喺莊家嗰邊。所以一個真正識得贏嘅人，佈局嘅本事，白冷識得估牌，係識得幾時走，識得幾時走嘢嘅喎。呢個先係呢個世界真正稀有嘅智慧。我見過太多人贏到一個地步，以為自己已經摸到呢個世界嘅天命，結果一個轉身就跌落最底層。我亦見過太多人輸到一個地步，以為自己已經冇晒翻身嘅機會，結果因為堅持住嗰一份紀律、一份耐性嘢，最後反而守住咗自己人生嘅根基。財富呢樣嘢，從來白冷用係唔係炫耀嘅工具，係用係唔保護一個人、保護一個家庭，而免於命運嘅風浪嘅一個盾牌。如果你嘅盾牌係用嚟去揾刺激，去搏嗰一刻嘅亢奮感換翻嚟嘅，呢個盾牌終有一日遲了喎，會喺你最需要嘅嗰一刻碎喺你手上。我而家年紀大咗，見過嘅風浪太多，我反而對好多事情睇得愈係問愈淡切和。我想同你講一句，可能你而家未必好理解，但我相信你將來總有一日會明白嘅一句話：陪屋企人食一餐飯自學和，聽你個老婆講佈局今日喺街市見到嘅趣事，聽你個仔女講佈局喺學校發生嘅小事，呢啲睇似平凡到極嘅時間，先係你人生入面最不能夠用金錢買翻嚟嘅財富。一個人贏咗成個世界嘅財富，但失去咗陪屋企人嘅時間，失去咗一個清醒嘅頭腦，失去咗一個不能會被貪念蒙蔽嘅心，呢個人佈局其實已經輸咗，輸得仲貼底過任何一個輸到要賣樓嘅賭徒。擁有一個清醒嘅頭腦，呢個先係你人生最重要嘅本金。勁啲喎！你睇翻我頭先講嘅每一個重點，多巴胺嘅騙局、路單嘅幻覺、注碼嘅管理、止損嘅勇氣，呢四件事佈局嘅共同核心係只有一個字：清醒。一個人能唔能夠喺最亢奮嘅嗰一刻保持清醒，能唔能夠喺最痛苦嘅嗰一刻保持清醒，呢個就決定咗佈局呢一世人係由情緒主宰命運，定係由理性掌握命運。我成日諗啊，呢個世界其實唔只有道場呢一場博弈，而話你嘅事業、你嘅婚姻、你嘅每一個人生決定，本質上都係一場一場嘅博弈。每一場博弈入面，佈局都有一個隨機嘅成分。你估不能到，你控制不能到，但係你能夠控制嘅係你自己嘅紀律，你自己嘅情緒，你自己幾時應該離場，幾時應該止願人，幾時應該堅持。呢個世界從來不能會獎勵運氣最好嘅人，呢個世界長遠嚟睇，只會獎勵最有紀律力嘅人。我講到呢度，只贏。可能有人會問何先生，你講咗咁多博弈嘅道理，佈局係咪叫我哋不能去抌，定係叫我哋去抌嗰陣要識得控制？而我嘅答案好清晰，我從來不能鼓勵任何人去動。我講呢一切係想你明白人性嘅弱點，不能只存在喺道台面前，心理學存在喺你每一日嘅生活入面。存在喺你每一個衝動嘅消費，每一個霸冷理性嘅投資，每一次霸冷甘心嘅執着裏面尋和。如果你今日睇完呢條片，你能夠喺下一次情緒高漲嘅時候，
諗起我今日講嘅呢幾個道理，叫自己停一停，諗一諗，調和，呢個就已經係呢條片最大嘅價值。人生如博弈，呢句話我講咗幾十年，但呢句話嘅真正意思，白冷叫你去搏嘢，係叫你睇清楚呢場博弈嘅遊戲規則。從來白冷靠運氣決定勝負，係靠紀律、靠耐性、靠一個清醒嘅頭腦先可以笑到最後。一個能夠喺貪念嗡上嘅時候叫自己冷靜落嚟嘅人，一個能夠喺輸錢嘅時候有勇氣承認錯誤即刻離場嘅人，一個能夠喺贏錢嘅時候白冷會被那種全能感蒙蔽，依然保持紀律嘅人，呢種人先係呢個世界真正嘅贏家。訂閱我，切和，我會帶你跳出迷路，做自己命運嘅主人。我哋下集再見。